6月21日，網上流傳一段短片，拍到一名九巴車長同乘客喺車上爆發激烈罵戰。片段見到車長離開座位，情緒激動爆粗，乘客亦不斷回應，雙方互罵至少1分鐘。期間，車長更一手拍跌乘客嘅電話，場面火爆。其他乘客見狀亦出聲指責，甚至揚言報警。事件引起網民熱議，有人同情車長情緒失控，亦有人認為佢可能因此遭到處分。九巴其後回應查詢，指事件發生喺6月17日晚上約7點，一輛往沙田方向嘅81號九巴喺彌敦道近山東街停站上落客時，2名男乘客疑因停車位置問題同車長發生糾紛，警員其後到場處理事件。九巴表示已暫停該名車長職務，並會配合調查。4年一度嘅世界盃足球賽正喺全球熱烈進行。將軍澳佛教智聯小學舉辦世界盃之夜活動，邀請學生同家長凌晨返校，一齊睇4強賽事。活動暫定於7月15日凌晨2點半至早上6點舉行。校方表示，活動主要喺操場舉行，目標係令學生親身感受大型體育盛事嘅氣氛，培養體育精神，並促進親子同家校合作。參加學生需穿着整齊夏季體育服或足球衣。校方強調，今次只屬意向調查，若人數足夠，將於6月26日正式公佈。消息一出，引起網民熱烈討論。支持者認為活動破格又貼地，係小學生難得嘅通宵體驗，甚至形容係一生人一次嘅回憶。不過，亦有人質疑安排，擔心凌晨交通不便，認為小學生熬夜並唔合適，甚至可能影響親子關係。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喺6月20日傍晚發生襲擊事件，警方接報指一名37歲姓劉嘅本地男子喺離境大堂被海關截停，並帶往搜查室調查期間，突然掙扎反抗，揮拳打向海關人員，涉事男子隨即被拘捕。事件約下午4點半發生，受襲嘅男關員感到頭部同胸口痛楚，胸部更被打傷及砸傷。劉男亦報稱身體多處痛楚，兩人其後一同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。海關表示，涉事關員情況穩定，並強烈譴責施襲者，只會為受傷人員提供支援。海關重申，一直透過風險評估及情報分析，加強監控出入境旅客及貨物，並與相關部門保持緊密合作，打擊走私及非法活動。機場3號停車場6月18日凌晨發生搶劫案，一名36歲男子遭多名盜匪伏擊，被搶走約值700萬元嘅金條。警方經連日追查，喺6月21日喺將軍澳拘捕一名19歲男子，涉嫌串謀行劫，目前正被扣查。案件至今已有9人落網，年齡介乎19至39歲。警方暫時未交代金條去向，相信仍在追查。早前被捕嘅8人中，一名19歲女子獲准保釋候查，要喺7月下旬報到，其餘7人已被控，將於6月22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。其中2名男子分別24同35歲，被暫控串謀行劫罪；另外2名女子分別35同39歲，各被暫控一項協助罪犯罪。至於3名男子，於週六已被暫控串謀搶劫罪。其中1名29歲姓鄭男子，另被控容許他人無牌駕駛，以及容許他人駕駛時冇第三者保險。另1名21歲姓鄧男子，則被控偽造文件、無牌駕駛，以及駕駛時冇第三者保險罪。悉尼大學近日爆出試題外泄風波，一名中國留學生涉嫌用偽裝成3樓嘅微型攝影機喺考試期間偷拍試卷，再將內容上載到社交平台，引起校內外高度關注。事件最早喺6月11號舉行嘅 Econ 1001期末考試爆出，當日有700幾名學生應試。考試開始冇耐，涉事留學生就陸續發布考卷截圖，仲展示偷拍用嘅紐扣型攝影機同隱形耳機。校方證實，調查範圍已經擴大到10門課程，涉及數千名學生。不過，暫時冇計劃要求全面重考。代理副校長亞當強調，案件列為優先處理，並設立匿名檢舉渠道。
澳洲法例嚴禁販售作弊工具或組織竊題，最高可判監2年同罰款111000澳元。當地監管機構警告，作弊集團往往利用留學生焦慮，甚至會反過來勒索，令受害者陷入精神同財務困境。